台湾委员会精密档案资料伫1999年7月7日完整公开。当时中研院中山人文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德兰就讲，伫将台湾拓实株式会社的档案资料整理研究了，发现台拓毋但牵涉到慰安所的设置甲募集，甚至佫提供资源予关系企业福大公司和福大承包起这个慰安所。前台籍委员会伫1999年到日本东京，向日本政府提出9000万日票的赔偿，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。现场气氛真哀伤。2009年7月7日，流行天王迈克·杰克逊的告别式伫美国洛杉矶大型的体育馆史泰普斯中心举行。迈克·杰克逊因为药物中毒，致使讲心脏停气，最后抢救嘛是无效。告别式唔有真济歌迷来献花，也有未少名人来参加。悼念仪式，搁伫世界各地进行转播。